今年係香港回歸祖國29週年，葵青區喺7月1日早上舉行升旗禮慶祝，最矚目就一定係火箭升空啟動儀式。3、2、1，撳燈！回歸29載，葵青拓新天。升旗隊進行升旗儀式時場面莊嚴。升旗儀式後，仲有學生表演中式雜耍、手鈴演奏，最後仲有舞龍舞獅表演助興，現場十分熱鬧。今日慶祝香港回歸嘅紀念日啦，咁我哋現場嘅氣氛就非常之熱烈，好有特色啦。譬如呢個葵青呢個牌啦，之後全部表演都好好睇啦。祝願我哋嘅祖國繁榮昌盛，我祝願國家紅天事業最重高峰，我祝我哋國家繁榮，香港經濟鳳鳳月上，祝願祖國國泰民安，香港繁榮穩定，葵青蒸蒸日上。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週年。